其实我这么瘦，一张床也不耽误的。来。冯卡，这个酒店主要是让给工作人员住的，大装潢有限，所以呢，我就让给其他同事了。你等会儿休息会儿，我去开几个会。晚上呢，我把床搬一下。搬床干什么呀？这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们这儿有人打扫吧？只要明天白天进来一看2张床合在一起了，这多尴尬。没合在一起，会不会更尴尬？你尴尬，我还好吧？那现在搬吧，还来得及。别搬了。其实我这么瘦，一张床也不耽误的。来，好像是可以啊。快起来吧，赵教授找我去聚会呢。去哪聚会？微信发我地址。哎呀，小鱼，你还亲自送来了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158所的于总师。于总师是吧？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啊？他今天才来，不认识。晶晶，这是赵教授，我们星号首席科学家肖院士的夫人。赵教授你好。哎，我们在微信上都熟了。那我去开会了，教授，人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咱们的人呢，终于到齐了。大家要不要互相介绍一下啊？哎，我先来。于总，这都几点了？怎么还在这啃面包？探测器都交给我们了，也没这么忙了吧？啊？接老婆去了，没顾得上吃饭。哟，大明星到了，我老婆可喜欢看你老婆演的戏了。是吗？走。走。发射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，今天开个专项协调会。运载、探测器还有咱们基地这边有什么要协调的？于总，你先来。这次发射区的工作都很顺利，不过有件事儿想和运载这边再沟通一下。